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今天让我们来聊聊在美国买什么车比较好吧。娃娃 TV。之前呢，就有好几个小娃娃们都问我，在美国要买什么车比较好呢？其实啊，我对车子没有很懂。女生嘛，大多数都觉得经济实惠、安全好开就好了。那在美国呢，车子可以算是蛮便宜的，所以很多华人呢到美国呢就会买一台双 B 的车。我每次在学校停车场看到从双 B 走下来的呢，10个有8个都是华人，这样你就知道在美国的华人有多喜欢双 B 了。我爸到美国的时候呢，也跑去买了一台。那美国人最喜欢买什么车呢？我记得我有上过一堂课啦，老师就让我们猜猜看美国卖最好的车是什么车。大家不是猜美国牌的房车，就是猜日本牌的房车，结果呢却是皮卡。原因是因为皮卡的后面呢有一个开放式的车厢，而美国人喜欢自己动手修自己的房子啊，或者是做一些园艺的小工程，这时皮卡拿来运送材料呢就很方便。另外很多美国人呢很喜欢户外活动，常常周末呢就可以看到路上很多皮卡呢都载着一些脚踏车啊、游艇啊、水上摩托车啊，或者是一些户外活动的用品。我是听说啦，美国很多人是比较喜欢买美国国产车或者是日本车啦，因为比较经济实惠。他们好像比较没有那么重视车，很多人都觉得呢，车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，可以开就好了。我常常也可以在路上看到很多人的车呢都破破烂烂的，听朋友开玩笑说啦，美国人的开车技术呢都不太好，常常撞来撞去的，所以自然也不会买太好的车，是这样吗？了解的人呢可以帮我解惑一下。那美国人不买好车的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可能是保险。美国的车很便宜是没错啦，但保险很贵。尤其是越贵的车呢，保险越贵，所以大家才不买好车。可能只有一些退了休的老男人呢会买一台的圆梦，或者是华人富二代会买而已。那我们家呢是除了我爸买了一台宾士之外呢，其他全部都是 Toyota 的 SUV 跟休旅车。我家呢是比较喜欢 Toyota 啦，而且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嘛，所以有一台休旅车呢会比较方便一点。那 SUV 呢，我们是都还蛮喜欢的啦，因为它比较高一点，视线会比较好，开起来也会比较安全一点。那以上呢纯属个人分享，我没有教大家一定要买什么车，大家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去购车，只是要注意越好的车呢，保险相对就会越贵。当然，如果维修起来的话呢，也是会很吓人的。所以如果大家没有要炫富，不是啊，是如果大家想要低调一点的话呢，买一台安全一点的房车也就可以了。另外，美国也有很多在卖二手车的，很多也都还不错。所以如果留学生预算有限，或者是只开个几年的话呢，可以考虑买一个二手车来代步，这样毕业之后呢就可以卖掉了。我们这边很多留学生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